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2月14公视台记台 AM 新闻，我是苏眉。咱先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今日国内增加4例本土，高雄占3例，感染源不明。苗栗有一个大头家确诊，可能甲山石仔场的病例有牵连。指挥官陈时中表示，疫情稳定，按算甲检疫期对14天缩短到10天，开放商务人士入境，上紧3月中开始实施。因为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局势紧张，咱台股受到国际股市影响，跌到剩无800点，国际油价到2月底一桶可能会破100美金。新闻头起先，赶紧来关心国内疫情。今日增加50例带病入境，甲4例本土。这个本土个案当中有3例伫咧高雄，拢感染源不明。另外，指挥官陈时中表示，目前是疫情稳定，按算要调整检疫的措施，甲检疫期对14天缩短到10天，开放商务人士入境等等。这个措施当时会实施，就要看咱国内疫情甲疫苗的注射率来决定。毋望讲上紧3月中会当调整。国内新冠本土病例总算降到个位数，14礼拜一本土个案新增加4例，其中1个是苗栗市场的菜贩啊，甲高雄沙石场确诊者行大过有牵连，毋过无定他。高雄市新增加3例确诊，其中1个是红茶店的员工，虽然爸爸是货车司机，捌出入高雄港，毋过真侪遍采检拢是阴性。另外有1对母仔囝确诊，妈妈1月中为中国入境，2月中因为出国需求采验才确诊。做伙大的后生也确诊，为CT值的变化研判，真有可能是后生喂养妈妈。儿子可能是可能他 CT 值比较这样子比较低有可能是从儿子这边传过来，不过现在没有办法断论。陈时中表示 ，Omicron 稳踪期正短，春节前后本土疫情渐渐稳定，会当控制，所以要参考附近国家的做法，调整边境检疫，包括居家检疫天数为即马14天缩短为10天，佮加上7天的自主健康管理，以1人1户为原则。也当带入防疫旅馆，放宽商务人士入境许可，比较缩短检疫。台检的部分入境加检疫期满，各进行1届 PCR， 期间使用家用快筛试剂。之所以说成10天，是我们从这一段的经验来看，大概99%以上的都在10天内可以被验出来。不过，陈时中是讲，疫苗第3期加强性注射率要达到50%，边境检疫才有放定的条件。希望上紧3月中以前会当实施。这是我们一个目标了哈，不过基本上我们还是觉得说，虽然这没有完整的一个科学的证据哈，但我们认为起码有一半的人。那认为对整个社区的安全应该是比较好。陈时中搁再声明，未强迫民众注疫苗，会用鼓励方式。累计目前国内第1期疫苗注射率是82.29%，第2期是75.60%，基础加强声是0.77%，对加声是29.56%。记者综合报道。高雄的3例本土是1对母仔囝，甲1个凉水店的员工。今日的这个个案，加上顶一日5姊妹家族的群聚，目前高雄有3条传播链要找无源头。另外，苗栗的确诊者是1个菜市的大头家，先前有1个确诊者捌去过伊做生理的市场，不过因无直接的接触，所以敢有牵连，还阁爱查。高雄凤山之行连锁红茶店的清销店内一名20几岁员工确诊，案号是19733。高雄14新增加确诊，还有1对母仔囝50几岁妈妈19730是大伤自费采检确诊，发现后生也染疫。自费采检的结果，C 粒值是37.95，专家的一个这个看法目前的证据指向19732传染给19730。市府清查大伤大的防疫旅馆无可疑病例，初步排除伫旅馆内底染疫检判是大伤的后生传互妈妈，不过感染源无清楚。饮料店员工也是同款的情形。爸爸虽然是高雄港的货车司机，不过至少4摆 PCR 拢是阴性，后生确诊了后，佫采检也是阴性，排除被爸爸传染的可能。这个姐妹的这个部分，我们还在厘清感染源。那这加上今天的2个，有3个。14确诊的3例，加上5姐妹群聚感染，高雄3条传播链找无源头。确诊者行踪也互台南一间国小紧急停课清消。学校表示，因为高雄确诊者1973要接触台南朋友，也有朋友读国小甲幼儿园囡仔，所以甲幼儿园共班的人有风险停课2天，共校的人停课1天。
学生家长主动来跟学校回报，他们因为足迹有跟确诊者重叠的一个状况，那受到高雄市政府卫生局通知，必须做居家隔离。几波疫情拢甲高雄有关系，亲像沙石场群聚、炭气苗栗、竹南出现家庭群聚，暗过苗栗第14增加确诊病例，是公有市场的鲁大环，毋是即摆群聚当中考虑对象。到过我们的第2的这个公有市场，但是呢，它跟我们今天的19731是否直接相关，就如同刚刚的一个报告，好，这个我们还有待厘清。官府表示，确诊家族伫初8、初9去过竹南公有市场，鲁大环因为行踪定塔近期体检确诊，防疫团体除了清消，也考虑鲁大环的先生2个后生，甲学校的接触者402人，已经知影鲁大环家属拢是阴性，也提供社区体检站，互行踪定塔的民众采检。记者综合报道。因为国外疫情严重，所以咱台湾这2年拢无互商务人士甲观光客入境。即阵指挥中心已经开始规划要重新互商务人士来台湾，因的检疫期会甲咱本国的人民币长，目标是3月开放。位伫南港展览馆附近的连锁商旅所属集团，旗下8间旅馆拢位伫交通中心地段。过去大部分的人客拢是来台的商务人士，也毋过疫情拖烧到达2年，已经有7间转做防疫旅馆。也毋过指挥中心讲，国门有希望分阶段拍开，第一步都是开放商务客来台，时间点有计是伫3月1号。不再只限于就是说有居留证的哈。放宽商务人士进来，检疫的方式跟国人相同。指挥中心规划开放商务人士入境时间，甲锁定检疫时程同步。到时商务客甲咱国民众入境检疫天数拢是10天，无限制来台前一定爱做疫苗，也无因为司法局的风险关系有无同的检疫限制。都在防疫旅馆不同的进口的通道，然后相隔距离很远，口罩戴好，隔板戴好，那都可以来做一些产品的介绍、公司的介绍，然后对大家商务上需求的互谈。另外，接落来今时都要开放观光客入境，指挥中心表示，目前只计划先放宽非商务专案的其他商务人士入境，对一般观光客入境无遐紧解禁。也毋过，顶礼拜已经甲旅游业者进行讨论，对于复苏观光会当开始进行准备。2年多的时间没有办法正常的做生意，那单靠国内旅游也没有办法维持整个旅行业界一个这么多的一个从业人员跟这么多家的旅行社，最好的情况当然就是我们希望能够就是广开国门。业者讲，任何放量的措施拢是好的开始，也毋过说落来，也爱面临国门关2年来，真侪专业人士早已经转业求生，旅游业爱赶紧找老师的人才转来。根据观光局统计，2020年初疫情到达，申请停业也是解散的旅行社已经有168间，目前旅游业也有大约2万人，继续咧放无薪假。记者综合报道。要放零防疫措施的，阁有台北市。对明仔载开始，老大人若做过2档疫苗，就会当伫咧社区的关怀据点做伙食饭。也若是电影院甲餐厅，拢已经会当食物件。学校的部分，各高中生若做过2档疫苗，毕业旅行甲校外教学，就会当去别个县市。也若是幼儿园甲国小，时间也会当伫咧台北市活动。过年线开工8天内，台北市出现7个确诊者，市政府评估疫情也无扩散到社区。15开始未解封，针对各级学校，只要1个人确诊，一班停课14天；2个人以上无共班确诊，全校停课14天，搁启动线顶教学。校园场地各种以上的室内室外拢开放，国小维持无开放。校外教学甲毕业旅行，各高中职开放跨县市，按个必须做2剂的疫苗满14天，未满2剂爱提供3天内快筛也是 PCR 阴性证明。幼儿园甲国小更来当地台北市境内。国小跟幼稚园因为那时候没有打疫苗，所以我们现阶段是说，你一直可以在安全的区域去做户外校外教学，也就是说在台北是可以的但是跨县市出去。先不要了。校园一步一步解封，台北市社会局办的课程，民政局甲各区公所场馆也有条件开放长辈用餐。已经做2支会当做伙食，若无敢来当早走。做伙食的时阵爱让1.5公尺。工作人员爱做满2支满14天，未满84天；做2支满84天，爱搁做对家食。电影院甲台北市商站餐厅也开放饮食。在现阶段要用欧盟的标准，欧盟是说，如果你打第2剂，
超过14天但是没有超过9个月，因为他的想法说，如果超过9个月，也许疫苗的抗体能产生的抗体能那个不够。去年5月，北农疫情严重，教产院最近的调查报告点名台北市政府看见北农疫情初期无积极体检，后来佫无考虑确诊接触者，才致使疫情扩大。台北市非常用心在处理所有，包括北农环南。这个报告有故意片面解读的状况，我们认为说它严重打击台北市相关防疫工作同仁的士气。监察院也讲，台北市政府对万家地点的疫情无积极，需要检讨。台北市政府强调，疫情发生了后，172间地点暂停营业，透过沟通宣传、场所辅导、严格督导这3阶段积极做法，为去年11月16开放申请复业，到今已经受理95间。记者综合报道。因为乌克兰甲俄罗斯对决，国际股市是跌甲真严重，咱台股嘛对咧大落313点，跌甲剩无100点。也若是国际油价情形，外国媒体是预估到2月底一桶会破$100。若是讲3、2月国家无加强会，佮加上通货膨胀，全球的股市恐惊真凄惨。台股开盘就青片片，开价走价，电子宽达股全部受压，金融团散也跳水，最后落313点，指数落破100，收跌17997点，成交量2594亿，其中外资自营商个别超206.72亿，52.47亿，只有投信买超19.83亿，三大法人卖超239.4亿。今天呢，包括内资的一个部分呢，我看操作上面也这个收手相当的明显，柜买指数下跌的幅度又比上市大盘还要来得多。其实内资的一个操作在今天恐怕也都是卖多于买。分析师表示，俄乌局势紧张引起美国淡薄，加下晡4点，日经指数收盘落超过2%，南韩综合指数落超过1.5%，恒生指数落7.38%，上证指数落将近1%，14亚股又要全部受压，受东欧地缘政治冲击，西德州原油、布兰特原油国际油价一直冲悬，通膨经济佫大打有切，2月底每桶油恐惊冲悬到100块美金。俄国它是这个排行前面的这个石油产油国，不开打，但是维持区域性的一个紧张来说，有利俄罗斯的一个这个外汇的一个收入嘛。美国因为现在是全球最大的这个战备储油的国家，释出本身的一个战备储油来压低油价。分析师认为，国际油价短期会起袂落，不过学者认为，美国为了压制国内通货膨胀压力，除了释出油品压制高油价，联准会一定在3月升息，无排除一块头升息2倍。这个3月升息大概是非常确定。好，也有可能说是1码，但是这个升息的频率增加，一次升2码来应验目前的这个通膨的一个威胁。学者表示，那美国升息，各国央行货币政策也调整，不过升息偌济是关键，都惊量化缩减，怕通膨就都升过大，反倒带互经济停落来。记者综合报道。讲到乌克兰甲俄罗斯可能的小战，真侪国家拢已经呼吁因的国民赶紧离开乌克兰。咱台湾嘛已经有出声，目前咱也阁有25个台湾人伫咧乌克兰。当地民众对这款紧张的情势到底是虾米看法？咱做伙来听看卖。对着个声，这个街头艺人伫路边点献歌艺，也有少年人对节奏跳舞。这个所在是乌克兰首都基辅的麦丹广场。礼拜暗时车路换了真侪人，互人感受袂到可能发生战争的紧張。有民眾認為發生嘅機會無大。Я відчуваю себе спокійно, треба бути завжди до всього готовим, і тоді буде нічого боятись. 不過，原來有人坦白講會驚，邊仔人已經有人搬離開基輔。I think lots of Ukrainians nowadays facing the same problem, facing the same feelings. Yes, at some point, yes, we're afraid, but the most people just stay calm and they're trying to make their lives in different scenarios, maybe to move somewhere. 画面上，这个台湾来的甲乌克兰街后伫当地经营网络频道，介绍乌克兰生活洪先生讲到，当地民众对是不是会发生战争有两派无同看法。一派就是完全就是觉得所有的事情都是只是新闻媒体太夸张在说，那另外一大派就是已经都有在打算要撤离或怎么样。安家先讲，有一寡台湾人已经离开乌克兰，大概差不多30人。也好像有几个人已经连夜坐飞机回去。目前在
我们台湾政府其实也有派人来这个地方协助我们，那他们就是很积极的，希望我们可以赶快回台湾。那当然我也希望可以回台湾，只是我在2个月前我就跟台湾政府说，我去乌克兰太太，我一定要拿到疫情签证。目前外交部伫乌克兰有联络到的咱国民众数目差不多25人，其中包括12个留学生。不过教育部是讲，目前这12个学生囡仔无表达回台意愿，也是要求协助。包括教育部甲外交部，拢会持续甲这个留伫乌克兰的国人联络，也关心情势发展。记者综合报道。咱头拄则有讲到油咧起价，即摆咱来看台北市公有停车位的价数嘛，讲要起。原本1点钟停上久是60块，即摆上悬要起到150，真侪民众就讲安尼实在伤悍嘛。不过负责单位今日是赶紧出来解释讲，起价会针对一寡较闹热停车位需求较大的区域，利用起价方式，防止有人甲车位占掉咧。台北市的停车价真恶吹，尤其一寡闹热的商圈，市府目前嘛按算对这个地区调悬停车费率。比如说有一些。在百货商圈，我们的公有停车场只有60块，结果在路旁边是100、120，结果我们的停车场是整个爆满，排队到路外的一个状况，影响到车流，才会做这样一个费率的一个调整。停管处表示，像西门町峨眉停车场、上山高中地下停车场，假日费率6点钟60块是上悬的，但是未来费率调整的结局，上悬可能到150，嘛会看大型活动周边的车价，像圣诞节、跨年晚会、盛期商圈等等机动调整，主要以市中心使用率悬、周转率低的停车价，唔是全面来调整。这一个费率是25年前提的。现在经过25年之后，我们重新做一个修订，说我们留一个比较宽的一个集距。那因为我们的一个管理方式是一个累进的方式，现在最高60元，80、100都没看到，怎么可能会跳到150？停管处嘛强调，这个高费率的停车价，伫台北市大概会有180价，比率报到0.4%，有价3个月，新费率草案就会送到议会来审议，若3读通过，上紧后半冬来执行。记者陈雅文、徐凯台北报道。北部欠粮的情形真严重，但是有农民表示，虽然市场的价数直直起，不过因煞是无利润，因为过年市场休真侪工，家农拢会赶紧要把粮交出去，不过煞形成一款叫做红盘价的制度。收购的粮商就要求农民伫咧过年期间卖价数爱较俗。农民就表示，若是因唔降价，粮商就无爱收，因只好会当忍耐。工作人员无愿将鸡卵洗爽分级甲包装，看起来是非常无用。不过市面上还是鸡卵大欠货，有两农指出，受到去年疫情甲寒天产量降低影响，已经根本无卵通啊卖。两商过年期间的收购，还佫要求将产地价降低。去跟盘商说，我们不要红盘价格，蛋商也会跟我们说，那很简单，那就是你们自己卖蛋。他就不帮我们卖了。两农表示，两商每年过年前都有要求红盘价、牛大甲批发价价差。以今年来讲，过年正正的产地价是每大斤34.5块，而两商要求30.5块批发价，每大斤就降到4块。有两农表示，正正两价冻涨，加上红盘价因素，目减就着加食太外意愿。阮农民大家拢我爱入鸡啊，啊有老鸡继续饲啊，我爱换鸡啊，啊鸡的成本，吼新鸡的成本遐悬，我嘛无爱你来饲了，佮鸡啊即马佮无好饲。市场零售商表示，每年过年前，两商的收购拢有以红盘价来计算，甲产地价大约差3到5块。不过这是因为过年会拄着休期。鸡蛋有时间价点，休市7、8天就把它。便宜卖出去，这个休市时间太长，因为外面的商店都休息，很多家都休息。零售商表示，今年的保鲜期真短，过年期间必须加快销货速度，才会使降低损失。两商甲两农慢慢会根据市场的机制来协调，过年了后就恢复正常的收购价。彰化县府表示，除了加强稽查，嘛协助两农以自产自销的方式来开拓通路，嘛减少两农的损失。记者台中彰化采访报道。顶日有网络名人招人做伙去山顶摒扫环境，不过因煞甲新竹社克罗古道一寡日本时期的酒干古物当作粪扫拼掉。
那即件有登山队去爬高雄武林固定考古遗址万山岩雕的时阵，煞爬起伫石头顶翕相。虽然讲即款行为可能毋是挑意过，毋过煞是破坏着当地文史生态。建议咱的观众朋友，就算真正会当先了解当地故事，才袂发生误会。新竹社区路国道有自然住宅形成的原始步道，其中的美湾住宅所伫秋天是真侪游客赏枫叶的所在，才有真侪一地时期加战后留落来。就干那古物想会到有网络红人委托商业登山团业者来竞选，将就干那古物误认是一般粪扫撇掉，引起议论。放在原本的地方，还是会有些人是会捡回来，以为是当作是一般的垃圾。既然是古物，那我们当然就放在比较邻近的住宅所附近。就干那古物由协会协助收藏伫个住宅所附近稳别的所在，网红甲业者也会识咧。其实台湾山系向导自家检定的训练，就包含山甲文史甲自然生态。马湾住宅所是伫1922年一地时期所设，伫1959年废掉，有一定文史价值。即摆负责带团的向导却无做任何提醒，也互山甲点样书籍比实质。国家所认证的历史步道场域上面，古老的酒瓶算不算垃圾的一部分？这个应该已经有很明确的定义，这不应该是一种民粹的辩论。向导团队并没有做好教育顾客的就是责任。另外，高雄武林的固定考古遗址万山岩雕，进出爱申请，翕相录影也爱向文字局申请。不过1月初有登山团伫岩雕的石头顶悬区做会翕相，虽然申请无达到岩雕，不过大家拢真生气。万山岩雕，它其实是鲁凯族公告的传统领域，对当地人万山人而言呢，它也是属于神圣侵犯不可侵犯之地。疫情期间，免出国游客拢去山佚佗，有意无意之间破坏当地文史生态。吴丽华甲选项认为，除了应该有完整法令甲配套措施，也要透过一直教育甲讨论，互更较侪人对山林生态甲文史保存有更较正确的态度。记者综合报道。这款新冠疫情已经2年多，意大利威尼斯出名的春节嘉年华会嘛已经停办2年。不过因今年是决定要正常举办，不少当地民众认为讲，这代表意大利已经重生，会当慢慢恢复正常的生活。看着面大办做各种人物，威尼斯12开始举办着2档无办的嘉年华活动。这时有西装打扮的民众伫街路行来行去，温和面顶阁有游客伫欣赏日头落山。暗时的室内甲河道面顶嘛同款有庆祝活动，甲造型特别的彩船游行。It's a little different because it's much quieter and we don't have so many festivities, but we will make our own parties and festivities, so it will be fun. 过去2档的威尼斯嘉年华，头1年因为疫情大爆发，所以取消。第2档是因为当局毋望控制疫情，搁一摆取消。一直到最近，意大利的新冠病毒确诊率甲住院率是豆豆下降，互当局伫10日取消伫室外挂喙暗的规定，搁恢复办嘉年华。民众认为这是代表着重新希望的盛会，毋望未来会当豆豆摆脱疫情，恢复正常生活。Per me ha un significato di ricrescita, spero di portare un po' di carnevale a Venezia e spero di vedere tante maschere in questo carnevale veneziano. 根据意大利爱莎通讯社的报道，至少有8万到10万名本地甲各国游客拢来圣马可广场庆祝。也毋过，虽然重新举办嘉年华，部分活动像嘉年华的服装比赛依然取消，避免人潮组织加速传染。而这场盛会嘛会继续到3月初1。公司新闻台是董平玉。国际能源计数一直咧抢权，希腊中部就有农民不满政府在去能源的计数增加因的生产成本，就占高速公路抗议。也若是伫土耳其，今年嘛宣布要起电钱，互已经受到通货膨胀折磨的民众，化工日子实在过袂落去。农民将一桶搁一桶的牛奶倒伫高速公路，也将几百台的农经机开上路，占据车道。伊列中部的农民因为不满国内油价甲能源成本一直起，13展开抗议行动。
Μιλάμε τώρα για το κόστος παραγωγής, το οποίο είναι δυσβάστακτο για τους βιοπαλαιστές αγρότες. Αυτή τη στιγμή μιλάμε για ένα πετρέλαιο το οποίο είναι πάνω από 1,60, ενώ σε άλλες ευρωπαϊκές χώρες είναι στα 70 λεπτά. 农民向政府發聲，唔望會當調降繼續，不過若講無任何作為，接落來會將高速公路造成更加嚴重的交通問題。那農民真艱苦，行一轉傳統市場，民眾也發現物件變貴啊，手中的錢煞哪來拿無？ 歐洲能源計數提起，去年12月通膨率達到5.1%，創11年來新高。經過月去年南部和暴風雪侵襲，造成嚴重損失，也影響產量，使農產品整體價格起2至5成不等。天氣小單，電費金額超過點組，和土耳其餐廳頭家真歹接受。 土耳其政府在今年起電費，家庭用電起50%，商業用電一捆起125%，大大增加業者營運成本。 Yani buranın elemanları var, sigortaları var, çalışanları var, kiram var, kiramın stopajı var. Kaldıramıyoruz artık. 在這個同時，土耳其1月的通膨率逾50%，創20年來上懸的水準。惡化其中一個原因是去年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推出非典型經濟政策，互里拉大波。目前聯關相關部門正在研究措施調整政策，以減少民眾的痛苦。公視新聞王炳文編譯。 更來關心國內消息，美國的國務卿布林肯在夏威夷甲日本、還有南韓的兩國的外交部長舉行三方的會談，發表聯合聲明，譴責北韓起訴行為，嘛強調講要維護台海的和平穩定。也若是講到台海局勢，真正有風聲講中共的軍機侵門大號到咱東沙島的領空，不過空軍的司令部是否認這項消息。 羅西亞甲烏克蘭的緊張局勢日漸升懸的時陣，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昨日去到夏威夷，甲日本、南韓兩國的外交部長舉行三方會談，聚焦北韓、中共甲烏克蘭的安全問題。會後發表聯合聲明，相對北韓最近來的行為表示譴責。We condemn the DPRK's recent ballistic missile launches and its unlawful nuclear and ballistic programs, which are clear violations of UN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s. 在聯合聲明中，布林肯也強調維護台海和平穩定的重要性。第十二講一講，中共軍機繼續侵擾咱國西南防空識別區，向趕走的共機進行回搶。我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正在進行例行訓練，請不要影響我行動。那安尼，軍事會記錄到的廣播驅離聲中，也頭一擺出現咱國空軍講領空能力。位於台灣位於東沙南面空域高度5100公尺的中共軍機注意，立進入領空。共機監視進入咱國領空，空軍司令部趕緊澄清，先強調對台海4區域的海空狀況，攏會當掌握。佢表示，迄天共機並無進入咱國東沙領空，公佈內容是有警性廣播驅離作為。根據國防部發布的即時軍事動態，資訊顯示，5架次的共機中有3架次是殲16戰機，而且上劃進東沙島空域。 我觉得这个口誤的可能性比较大哈，因为領空是12海里，那一旦不明機艦經過我們的海空域12海里的領空跟領海，那守軍呢可以向上面請示之後，它可以開火射擊。 共機長期侵擾咱國空域有關咱國前線壓力，面對中國的戰術，民進黨立委王定宇認為，前線接戰停輸，空軍應該愛個精進檢討。記者綜合報導。 咱國要開放日本福島5縣市的食品進口，這款行政命令本地只需要送立法院備查。不過，即馬國民黨是要求講要改做實際的審查，嘛又講輻射檢驗愛更加嚴格。不過，民進黨的黨團是認為講，咱國內的標準已經比國際更加嚴格，無必要擱再有關。也若是實際審查行政命令，民進黨團是表示尊重。 蔡政府宣布放零日本福島5縣市食品進口的規定，國民黨立法院黨團認為講，相關的行政命令應該對上立法院備查，改做審查。另外嘛，要求進口的福島5縣市食品應該要有日本官方的證明，而且禁止水產品、零製品，還有紅蚵仔製品進口。也還有食品邊境的輻射檢驗，若是驗出銫137，應該加驗19項。到時候審查相關的行政命令的時候。 這5要求6主張，我們全力要求做成主決議，能夠徹底執行。
确保人民的健康。你在设134跟137，如果你发现的时候，也未必会有铯90的产生，所以它铯并不是一个很明显在福岛事件之后。 它后面的一个辐射核种的一个种类了。民进党团对国民党团要求实际审查行政命令表示尊重，嘛强调讲，目前的检验标准已经比其他国家较严格，已经有够通好保障食品安全。但是因为民进党团有食出的优势，陈文平表示，专做审查嘛袂对开放政策的方向造成影响。也若是另外2个党团嘛拢表示讲，希望会当加强食品安全的标示和检验的立场。 有铯的这个同位素的，通常都有铯啦，所以在这里就是还是要请政府不要说超过标准才要来测。 在风险度比较高的品项上面，包含像是乳制品啦、婴幼儿食品啦、水产品啦这几类，其实也都应该要比照国际相对严格的规范来将这些品项给纳入。另外，风声讲 CPTPP 会伫2月17开会讨论咱台湾、厄瓜多阁有中国入会申请案。 行政院对这件代志无加做说明，因为照 CPTPP 的惯例，袂对外宣布议程，所以咱台湾都无加做评论。不过会继续关注各项发展。记者综合报道。因为疫情，桃园市的幼稚园甲一寡高雄的国小甲幼稚园拢应甲今日才开学，大家班级拢甲喙暗，阁有酒精这寡防疫物资参加真胶床，到即月嘛已经做完3档疫苗。 继续顶礼拜5，国中小开学了后，桃园市幼稚园也伫14全面开学。桃园国小附设幼稚园幼儿进入校门，先让体温、酒精消毒，家长袂当入去校门。若讲临时有代志要进入校门，需要提供2支疫苗注射证明。有没有很期待今天上学？有。为什么？因为可以玩游玩具。那老师跟妈妈有没有叮咛你要注意什么？戴口罩。 因为有病毒，就口罩戴好，然后要常洗手，然后玩游戏之前之后都要勤洗手，要不然我怕他回家会感染一些有的没的，我会担心。我们原则上1天小朋友体温的量测是2次，那分别是在早上入园及午睡之后，那老师也会进行教室的一个教学活动区的一个消毒，1天会进行3次。桃园国小校长表示。 附设幼稚园各班拢有喙暗、酒精喷雾枪、消毒等等防疫物资，到即关也拢全部完成注3剂疫苗。除了桃园，另外一个疫情较严重的高雄市，国小幼稚园也延到14开学，学校防疫严加放令。 我们在这个健康中心的旁边，我们有一个体温的这个隔离发烧筛检站，我们让他们在这边在等候这个家长来带领他回去来做就医啊。新庄国小校长表示，自春节期间已经启动防疫作业，盘点防疫物资，确保至少有1个月存量，也调查家长旅游卡者甲家庭健康状况，提供老师参考。记者综合报道。 高雄左营文自路有2摆40栋的公寓，有100多户伫内底。因的公寓怀疑是因为地下室、地下水的水位上过悬，常常淹水。居民是希望讲政府会当到解决。不过市政府是表示，公寓是私人的财产，因无法度插手，会辅导因成立管理委员会，互因家己处理。 最只打抽走无几工，如果无出来，互当地徛家真困扰。公寓可能地下水位上过悬，40栋来地下室常常积水。若是大雨了后，积水更加严重，甚至甲规个地下室拢淹去。第一个我怕漏电的问题，第二个我怕下线的问题，第三个就是已经真的是我们就是隔壁这上面这个住户，他就真的是这一栋就整个没水了，就整个淹过去，已经看点马达。 民众讲，这种状况为因搬入来就有，地下室常常积水的状况，嘛，互伊4楼的公寓出现壁岩，甚至抽水的莫达泡水歹去，民生用水抽袂去高楼层，互因无法度用，麻烦了厝的结构的损害。抽水完之后，我们有进去看它的那个楼层板的那个状况跟柱子的状况，其实都有那个水泥是有剥落跟锈蚀的状况。 里内发展协会表示，前后2栋的徛家加起来拢总138户，地下室积水的状况拢同款，干来当用抽水机来改善，希望政府协助，才袂厝泡水了后毁损来放弃。属于大楼里面他们自己的一个自主管理的一个空间，
所以这个一定是建筑物所有权人他必须负起的一个修缮责任。我们会积极派员去辅导成立管委会。市府表示，公务是私人的产权，依法就爱因家己来维护管理，会辅导因赶紧来成立管委会。若是当年积水有可能有病虫蠓的部分，即是有卫生局来互因协助。记者王刘婷、陈hen坤个报道。南投的粪扫拢是由外县市咧倒烧，不过过年期间粪扫量济，外县市的焚化炉搁咧休困。草屯的粪扫场已经顶7万外吨的粪扫还未烧。南投县府就表示，即摆规个南投已经有超过15万吨的粪扫，希望政府会当斗相共。怪手无用，整理堆叠的粪扫才会当清出更较侪空间。现场的粪扫已经有5-6层楼高，边仔的大型家具也堆成南山。南投草屯粪扫堆置场目前已经有7万外吨的粪扫，干那草屯镇一天就会当产出70吨的粪扫量。经过所讲，气化速度上慢，粪扫场已经伫要底袂落去啊。打包最后还是要运出去，所以说我们很希望中央能够积极来推动22个炉帮忙我们来处理，我相信这个问题不大了。草屯镇就表示，逐工气化的粪扫大约是20吨，不过速度未符产出量，已经请环保局先设法包起来。另外，伫德山镇、玻璃镇也拢堆积数万吨，各乡镇公所拢真头疼。南投县环保局表示，县内粪扫主要委托苗栗、嘉义、甲高雄气化，不过趁这粪扫量增加，佮拄着焚化炉税休，气化量会当为逐工的150吨落到7剩50吨。尽量请那个环保署还有各个焚化厂，就是说他们自己的量处理差不多的时候，尽快能够增加我们的量，然后尽速再加速去化我们的垃圾啦。县府表示，逐工有100吨的粪扫无法度气化，只会当暂时堆积，除了以包起来处理，大约伫1个月了后会当恢复原来的气化量能。也佫有即卖的囤积量，也请中央协调，调度其他县市协助加速气化。若讲气化顺利，预计会当伫2024年完成。记者综合报道。由咱台湾、印度甲美国国内太空研究学术机构，经过4年时间，做伙研发一粒立方卫星，今日伫印度成功发射，未来用来观测太空天气，了解高层的大气变化，佮有对无线通讯的影响。3, 2, 1, 0。倒算声中就是透早这粒立方卫星正式为印度升空。这粒卫星是由中央大学印度太空科学研究所，也甲美国的科罗拉多大学这学术单位共同组成的学术联盟。透过4年来双方的交流甲技术合作，展现丰富的成果。卫星未来要进行太空天气的观测任务。基本上来讲，我们3边的学校都因为研究跟教学关系，都会有需要就是使用人造卫星来执行科学任务的这样的需求。希望说透过合作的方式，就是大家各自贡献自己的资源、自己的专长，然后一起联合开发。学者强调，中央大学有头一粒家己做的立方卫星“培启号”顺利发射经验，这届跨国合作也是为“培启号”的开发经验进行提升，更得到科技部这单位的支持。太空中心其实是有比较长期规划开发立方卫星的这个计划，那自然是这边也同时有在规划一个立方卫星的这个发展平台，可以是结合产业跟学界来共同开发这个立方卫星。科技部强调，台印双方的计划负责人拢希望透过未来持续交流，深化双方的研发能量。这粒卫星已经伫14世纪9点半通过美国的天顶，顺利有接收到信号。当日尾仔也通过台湾的天顶。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就是元宵节，袂少人拢有食元宵节的传统。台北市的卫生局最近就抽查20间手工元宵店甲大头家，看防腐剂敢有合规定，结果拢是合格。一粒一粒的咸肉圆伫咧大骨汤内底滚好透了后，掺挂白菜、芹菜、冬菜甲红葱头，香阁好食。咱这圆仔吼，拢正纯糯米落去做的，无酱脱水才落做的。50年阿嬷传落来的招牌，绝对无含防腐剂。
元宵食圆仔，庆团圆，也食平安。台北市卫生局最近特别抽查超市大卖场甲菜市啊，有特别元宵的店家，看内底防腐剂敢有超标，计共抽检20件，拢下规定。乌麻的，还是讲土豆的咸鱼啊，还有乌猪米的吼，来验伊的防腐剂，啊，还有伊的迄标示的伊个较有甲阮法律有相共无吼？这20件内底拢合格。不过，卫生局提醒，烧元宵的时阵，手甲环境的卫生要是爱特别注意。另外，卫生局也公布2021年食品、药物、化妆品甲医疗器材有无老实、有违规广告的产品，计共619件，裁罚超过4500万。其中以食品上多，有超过300件。主要呢，拢是宣称家己有提升免疫效果，过来是强调减肥甲顾目睭的。爱提醒来较注意，若是讲你甲留讲电话啦，还是讲 email 吼，啊，你真正要找人的时阵吼，要退货的时阵拢找无人吼，迄其实这种广告的商品就卖个买。卫生局表示会继续来稽查，准若食品的广告伤过含、用字解说无清楚等等的产品，会照食安法，上当罚500万。也提醒消费者伫咧买卖之前，产品的标示甲营运公司的资料拢爱看斟酌，莫互骗去。记者民警郑海文台北报道。1911年起的北港溪复兴铁桥，连接云林北港甲嘉义新港，过去是糖业铁路。2001年的时阵登录做历史建筑，不过2020年的时阵，桥身去受到水灾损害，2008年佫去互大水冲断去。嘉义县政府即阵就邀请相关单位勘查，希望会当修复再利用。878公尺长的复兴铁桥，连接嘉义新港甲云林北港。1980年台电无够使用了后，佫因为2008年互大水冲断期到单。14载时，立法委员会同嘉义县政府、交通部观光局甲水利署宣布要进行铁桥连接甲周围环境的改善工程。所以这条桥落去会当变两边居民也好，也是观光客也好，更加会当联系伫这所在活动。这条桥，那过去叫铁路，现在叫桥。那怎么样未来的不同的功能可以继续展现。这条复兴铁桥过去为日本时代到民国60年代，除了在甘蔗以外，嘛是附近民众出入学生上下课的交通设施。知影桥要来施工，地方的民众嘛认为，这对新港甲北港历史文化的传承会带来帮助。会当用安尼即个串联起来，伫4-5公里内底就会当去了解咱本港的历史哈，所以这是相当重要的哈。阮地方嘛相当会欢喜。这个桥的两边，它会增加一个自行车的这个步道的这个设施，所以它桥面会拓宽，所以大概我们争取到了1.8亿的工程经费大概就是在做这个部分。过去北港溪的复兴铁桥，除了是行5分车的历史事实。嘛，因为连接北港甲新港两个所在，替两边的民众创造特殊的文化基地。修复工程今年4月动工，按算明年底会当完成，希望带动新港甲北港的人文甲观光。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最近的水汽真饱，高雄茶山做日半暝出现琉璃色的云海，那白色的云海甲高雄的办公大楼看一半，看起来真特别。也若是嘉义的山区透早嘛有云海，咱做伙来欣赏两种无同的景致。那白色云海将高雄的85大楼下半截炸掉的，但显出顶半截甲顶头的平安2字，就亲像飘伫琉璃的云海顶悬，实在真水。这是陈正峰12号半暝爬去茶山顶悬翕到的景色。其实这2年都一直在，因为我是住凤山嘛，那我就看，大楼外面如果说有起雾的状况之下，我们就去判断说是不是要爬上来看一下、观察一下这样子。比如中寮山那一边什么2寮比较高一点的山上往下看的话，可能可以看得到燕巢田寮那一边有一些云海啦。茶山出现云海算是罕见，因为其实中寮山才是较接看到云海的地点。不过陈正峰嘛表示，翕云海重要的毋是器材，是要等到时机点。除了高雄有半暝琉璃云海，嘉义县嘛有爱翕相的民众伫大湖村附近翕到徛顶的日出云海。日出的时候，它还会呈现那个所谓的那个斜射光。而且它这个斜射光
只要那个水汽薄薄一层在上面的时候，它那个血色光是很久的，而且很漂亮。白色云雾伫绿色的山林内底流动，看起来真有气势。同款是云海，家己甲高雄展现出日时甲暗时两种无同款的美丽。高雄气象站表示，其实冬天只要水汽充足，加上暗时的气温降低的话，到山顶也是较悬的所在，拢有机会看到云海。记者陈焕武、柯正俊高雄报道。摇滚乐团歹势少年以白色恐怖做主题，发表一条上新的台语歌曲《出巡》。因阁邀请政治受难者已经90岁蔡宽宇来演音乐录影带，带领电气新将甲车队，伫咧过去关政治犯的危机事件祈求平安。歹势少年乐团发表上新的 MV 出巡，地点是伫个景美林园园区。因为歌曲故事就是白色恐怖事件，要牵涉52年前泰源事件白色恐怖受难者蔡宽宇，嘛伫 MV 出现。伊带领电气新将甲车队，亲像描绘实景，闪闪烁烁的灯火真热闹。毋过想要就甲迄个空间改变，就是希望讲大家去迄个所在。去看内底的所在是即老类的活动，然后就人家讲就华丽的、就水的，感觉因为这艺术家面的没有换一个角度看。这个 MV 上特别的，就是邀请90岁政治受难者蔡宽宇参与。伊讲家己接受过100外道的访问，是头摆翕 MV。那啲啊，咱过去的项目已經完成一半。你安心安休。你若有一个真正人在内底就哇，迄故事的重量就无共款了，就变啊就是是真的，毋是假的。然后甲伊较重要就是讲，我是要甲蔡医生致敬，还有咱的前辈致敬。甲歹势少年合作的拼场团队，毋但有 MV， 目前伫台湾灯会展出的文景，嘛有同款的实景车队，拢是李文静创作。伊讲，甲历史、甲受难者的故事，正做艺术创作，也是影像歌曲，讲互后一代听，这就是传承。记者陈嘉文、赖宇哲高雄报道。伫台湾流行歌的历史当中，山地原住民的歌谣是真重要，尤其伫咧屏东潮州这个所在，出真侪原住民的歌曲。即马屏东的潮书院有办一个展览，找找声音的基地，要甲在地故事甲历史讲互众人知。这个呢是阿豹的妈妈，她是第一张台湾族的黑胶唱片的歌手。可能真侪人唔知影，摕过金曲奖的艺人阿豹，伊的妈妈王秋兰也做过歌星，出版过头一张台湾的欧大唱片《再见心上人》，伊就唱出伫1970年代原住民离开家乡甲爱人仔分离的心声。即马台湾好基金会潮州办公室收集潮州当地原住民的唱片、录音带等等的商品，佮有影像的资料，要甲即寡过去讲互你知影。因为大家知道早期在潮州真唱其实有一个真诚唱片行，它其实出了非常多的原住民的卡带，所以我们就从这个作为起始点。族群文化丰富的台湾，各种语言的流行歌时常互相借用旋律，翻唱做共曲、无共语言的歌曲。过去互人合作山地歌曲的原住民歌谣，也占重要的角色。亲像《马兰之恋》、《楚歌》，拢是无确定源头，毋过真迄度的原住民歌谣，也拢翻做台语、华语、客语、日语等语言。其实我们在搜索潮州声音的时候，也有发现一张潮州有出过的黑胶唱片是客语的，所以我们就想说以潮声探索为概念，然后去寻找潮州的声音，寻找潮州人的记忆，或是现在有什么。你对于潮州的音乐有什么想法的话，我们都可以想要在这个空间发声，所以我们就先以第一集是以台湾3地歌谣作为主题。这个展览以潮州的歌出发，透过文物去怀想过去，找找在地声音基地，也互咱对山地歌曲有初步的了解。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报你知，明仔载受到大陆冷气团的影响，台南以北甲宜兰透早上气温大约是13度至14度。台湾的北部甲东半部会落局部的短暂雨，中部的山区嘛会落雨。咱做伙来关心各地头的详细资料。
北部地区13度至18度。中部地区13度到20度，南部地区13度到25度，东部地区13度到22度，外岛地区11度到16度。这回来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您收看今日的 AM 新闻，我是苏眉，晚安，再会。